台南无差别杀人案，检方讯后认凶嫌林女有逃亡、灭证及涉犯杀人未遂重罪等羁押原因，先依精神卫生法送医疗机构经医师诊断后，医师认定不符住院标准。检方于23日深夜向台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，台南地院24日才准林嫌羁押，但不进见。台南地检署检察官黄信勇于23日晚间讯后，认被告林嫌有逃亡、灭证及涉犯杀人未遂重罪等羁押原因，为先依精神卫生法第32条规定，先送医疗机构由医师诊断是否住院治疗，如认不必住院及有羁押之必要，检方将依法申请羁押。当晚10时许，经医师诊断后，认不符合住院标准，将由警察借送回地检署。检察官认被告涉犯杀人未遂重罪，有逃亡、灭证之事实，向法院申请羁押。台南地方法院行政庭长蔡雅慧表示，被告林嫌虽供词反复，唯一相关事证足认其杀人犯罪嫌疑重大，有逃亡及灭证之余，且所犯为最轻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，有羁押之必要，裁定羁押，没有进见。2月22日晚间6时许，远嫁美国数十年的美国籍林姓妇人，近日回国探视母亲。林妇的母亲及妹妹步行至大林国宅附近买晚餐，并与林妇约在案发的碰面，无故突遭林姓女凶嫌持长约27公分的刀子猛刺，造成林妇双手、左腹中4刀，伤及肝与胃，致肠子外露，右手手指遭砍断，只剩一层皮连着。林嫌行凶后迅速逃离现场，林妇送成大医院急救，经漏液手术抢救，已脱离险境，目前住院治疗及观察中。警方调查，林嫌有吸12级毒品记录，目前无业。林嫌家属称，林嫌严重失眠，需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，对很多事情都交代不清。至于林嫌为何会随身携带作案用凶刀，真正的犯案动机为何？案发时林嫌的身心状况如何？是目前急需厘清的关键。NO News 今日新闻提醒您：少一份毒品，多一分健康。吸毒一时，终身危害。戒毒咨询专线0800-770-885 0800，请您帮我。安心专线0800-788-995 0800，请帮救我。张老师专线1980生命线专线1995。